会，没有感觉，有点痛痛的。没考虑过哎，就是要，对，有的打就是要打。专家有说，如果有打的话，会他们假设得到 COVID-19 的症状会比较轻啊。我们现在打都是小朋友的5到11岁的儿童的疫苗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学校也在停课，那其实家长可以利用我们在注射站的时候，在这个比较气氛比较氛围比较和缓、比较舒服的环境下施打疫苗。因为小朋友打疫苗，家长会比较谨慎一点，会多询问医生一些问题。那医生很耐心的去做解释，所以这个部分会稍微久等，会稍微再等一下的时间，但是家长都可以接受。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呼吁家长就是说目前为止，不管是莫德纳，不管是辉瑞都没有疫苗不良反应我们期待他们都是很平安的那所以说先前对于莫德纳的误会以及排斥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冤枉的然后我们希望说家长还这个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早点有保护力那是越早越好因为如果这样看起来，我们的这个莫德纳疫苗施打也超过1个礼拜了所以说这一个多礼拜都没有这个不良反应那希望但是保护力第一剂的这保护力已经有了陆续在2个礼拜后都会有那所以早一天施打早一天有保护力，那能够这个对抗疫情的这个高峰。我们现在目前施打已经24000剂莫德纳，22000剂辉瑞疫苗，总共合起来46000多剂已经打出去了。这个年龄层总共有11万人，所以我们后面呢还有剩6万左右，6万多11万，陆续还会再施打所以说这个疫苗绝对够，大家放心。但是不，这个就是希望您赶快预约赶快有这个保护力，不必去半夜排队，也不必去这个提早卡位那这个家长爱护孩子的心理，我们都可以了解只要轻轻松松的上网预约，然后去可以打疫苗，可以看卡通，孩子们就比较开心一点。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8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林德区因为快速发展，已经起30栋的消防第5大队稳行分队以及德南派出所，不但老旧，而且上过细景，空间无够使用。议员杜素莹透过市政总咨询，建议徙到昆仑路重建。对此，市府回应会列入重大建设计划。议员杜素莹表示，林德地区因为发展快速，位伫昆仑路加中正路口稳行消防分队，因为厝龄老旧，加上双车路口车辆出入阁复杂，对此议员建议，希望能够徙到昆仑路中军段一地占地大约0.3公顷的农地，加德南派出所做伙来重新兴建。对此，市长回应会列入重大建设的计划。后来，咱有看到，这拢是头前才认的，而且你即马有看到迄只警车的头前停的奥多摆，遐以早阁是一条水沟无偌大条咧排咱内底的水，落尾较甲伊空平起来，较做咱的奥多摆停车过来。你看就是遮，你看迄外下啦，就即排较空水沟挂起来做奥多摆停车。来头拄入来，就是咱的服务台来过来，来入来这个空间，咱有看到这个所在遮就是服务台，遮就是咱内底办案的空间。多谢杜议员，这伫要因应这个新丰地区的快速发展要把基础的设施做好这就当然警察警察甲消防这是非常重要基本的都市服务功能。所以你所讲的这2个地，这2块地无问题
面积无问题吼，变更无问题的前提下，吼，咱要来去这个德兰派出所甲消防文献分队吼，咱会甲列入重大建设计划。好，谢谢。当然嘛，真感谢咱足侪咱新隆区大家吼，拢用心各位议员拢真用心。同款位伫个中军段923地河边仔的林德文心公园，当初因为地高公墓的迁葬，将当地整修为公园，毋过因为欠缺管理甲维护，目前杂草丛生。对此，市府民政局回应，目前该公园搁伫个厂商的保护期，会要求区公所加强督导并且维护。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因为这份检举函昨伫个议会市政总质询，被这两届议员摕来质询，但是并无机会回应的经发局长陈凯琳，上午面对执政党议员邱丽丽亲自探讨，经发局长才有机会说明。伊嘛表示，如果毋是议会免责权，针对不实指控一定提告。民进党议员邱丽丽针对最近一份的匿名检举函，被国民党市长参选人摕来质询。邱丽丽表示，对经发局7个工业区的开发专案报告，到经发局的业务报告，经发局长一直成为备询的焦点。毋过，议员对开发案的契约了解申报厂商甲管理公司伫个金额甲土方方面有无同的意见，因此认为检举函漏洞百出。咱以后出一本武侠小说，出一本武侠小说，我对头吼，小我甲掀一个尾，我甲看吼，你是那写甲真正是颠倒写。我问你，到今仔日为止，你经发局敢有甲7个工业区厂商、开发商，咱市政府核定伊的48.7亿的经费提悬？跟议员报告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发出去的公文跟所有的会议中，我们还是谨守着在议会在这个按照契约的第6条第3款，乙方应于48.7亿的额度内完成各计划的各项工作。所以，我们每一项公文出去，我们都再三的提醒厂商，一定要依约来进行。如果他真的有相关预算不足的情况，也必须以正式的公文来要求，或者是来提出给市政府。除了7个工业区的开发，另外议员嘛看出检举函，还佫预告后续有太阳能供电的门神甲回馈的案件。议员邱丽丽嘛从107年到109年所有申请有文号甲无文号的案件来公开，看到底是谁咧递公文。邱丽丽认为案情并无单纯，有人借此质询，根本就是甲政治对立有关系，根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希望市长爱硬起来。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安南区议员黄丽昭自担任议员以来，为争取台港文化中心、台港亲子游游馆、甲体育中心等，因为看到有关物料一直起，加上欠工，烦恼大型的建设案会表袂出去，所以除了建议减项发包以外，嘛希望市府会当卡资源的状况做后续的扩充。根据统计，台南市最近1000万以上的工程标出去的有85件，但无完成决标的嘛有52件，大约占40%左右。议员黄丽昭表示，因为原物料的起价加上欠工的情形，议员嘛为安南区台港亲子馆加中安里的活动中心的建案来请命，希望会用如期如期来发包兴建。即在112年的8月份完工。那我现在在这边非常忧心的是，它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海淀路，包括公安2街，包括仁安8街、仁安6街，后面就是我们安南消防队后面一个公鹅地。那这边是选址，就是选在这个地方。那我以目前这个时势吼，原物料起价，那么除了原物料涨价之外，缺工的部分也都非常明确。那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都很担心。那个局长，你先坐下，我还没问到你。那你这个部分，我嘛希望讲吼，选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经费的部分，我相信说6000多万，中央补助了2000多万，那这个3000多万。应该是没问题吧？跟议员报告，可能中间原因很多元。刚刚最主要，当然最主要是工程经费是不是够的问题。那也牵涉到工法跟那个它的设计是不是太，就是说以及用料，我们都会去统一检讨。那刚刚提到你刚刚提到52件，我想说，等一下我们就会责成我们相关的局处再检讨。除了关心安南区托育中心的工程进度，另外议员嘛关心安南区公清寮的重划开发，因为该地区靠近新界工业区，不过当初初估的重划负担比率大约53%，居民同意的比率较低。对此市府回应，未来会来重新评估地价加公设用地工程费用比率，希望会用降低民众的疑虑。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50年前成立位伫四群新的体琴工厂，为制作代工到成立家己的品牌。目前接手的第2代陈明燕，除了延续顶一辈制琴的好手艺以外，佮创新用电脑画图来替人客定做，坚持纯手工的专业品质，做出上界好的提琴。位伫四群新传统渔村，竟然有一间提琴工厂。第2代陈明燕传承顶一辈手艺，嘛，互家业已经超过50档。回想过去上届车赢的代工，一个月会当做到100支提琴。直到受大陆进口的冲击以后，现在大小提琴加每个月只剩15支。虽然差天差地，不过头家强调，因有了家己的品牌以后，就是专心做出好品质。代工模式的不同，现在几乎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或第三国家来引进，那主要还是以销售为主。那以一般乐器行他们来讲，就是除了维修跟调整他们比较不懂以外，那当然因为经济模式的改变，我们制作的琴就越来越少。那这个部分虽然收入没那么多，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好好完成一把琴。是，所以坚持了品质就对了。对，因为刚才提到的提琴就是一把需要被好好完成的一个乐器。嘛，因为头家坚持选择来自欧洲的云杉原木加纯手工制作，所以来自茱莉亚学院的小提琴教授以及纽约动画配角等专业的人员，拢是因的人客。加上以电脑画图来开模定做，拢成为业界一大特色。所谓客制化，其实提琴它原本就是一个没有尺寸的一个乐器，然后它原本就是应该从一开始就好好被完成的一种乐器，所以不应该以价钱或者是音色的取舍来决定它是初阶或者是中阶或者是所谓定制琴，那甚至不能以机械琴来称呼一把提琴，因为除了木材裁切以外，它几乎完全都是必须手工完成，其实并没有所谓机械琴这种称呼。用电脑绘图来开模，来绘图，然后修整，然后开模的模具也会更精准，所以这个尺寸跟模具的精准，就对提琴的声音会有一个品质上的差别。为了让大小朋友拢会当来这体验提琴工艺水甲在地文化特色，陈明燕每一档拢配合南区昆士湾文化馆用观光工厂模式来热心导览。昆士湾活动其实已经有10多年了，是，然后我们配合公所的一个模式，就是让游客能够了解在地的产业跟特别是四昆生一个文化历史的一个背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但是也有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然后从我祖父那时候就是在四昆生社区
长大的，所以我们工厂也是设立在社区里面。延续父亲左亲老师的功夫，台面会用心打造每一支提琴的心，要让学生到专业的演奏者，甚至定做，拢成为因心目中的上爱。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肉燥饭会当讲是台湾上界经典的小食之一。八度枵的时阵，来一碗小小的肉燥饭，甚至侪人感觉上大享受。下面要介绍的这间肉燥饭，除了是网络人气肉燥饭，头家选用猪肉，非常严格把关。带大家做伙来看卖。一到中午用餐时间，店里几乎座无虚席。这家人气肉燥饭在当地已经经营了超过70年的历史，会这么屹立不摇，都与老板对于新鲜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家在桥头大概有75年的历史了，那当然是从我爷爷开始，我爷爷是第一代。那当然肉燥饭这个东西无可厚非，每一样东西只要新鲜就是好吃。那很多新鲜下的一个产品，你必须要去坚持。然后每天我们要求的是温体猪肉的直送，那再来就是以我们的卤制方式，我们家的卤锅很干净，因为我认为一个卤锅的干净度是会影响整个客人的观感。像我自己每天起码一餐吃我们家的肉燥饭，因为我要去了解这个季节大家的口感在哪里。这碗肉燥饭看似简单，但吃进嘴里的可都是老板满满的用心。店内不只有卖肉燥饭，这一碗肉羹也是店内招牌之一，更不用说里面的猪肉，吃得到鲜甜，这绝对是猪肉品质严格把关才有的味道。最后这一道切盘，所有的内脏都不用卤汁调味，原因很简单，就是食材来源新鲜。那至于切料的部分，我们的内脏类，我们每天都是处理得非常干净。因为甚至我们还有客人认为我们家的猪皮是鱿鱼。我们家的猪皮，对这个基本上人家以为是鱿鱼，对，因为我们弄得非常干净，而且我们要厚实。这道简单又美味的平民小吃肉燥饭，有没有让你流口水了呢？也请你说说你心目中的肉燥饭排行榜吧。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高雄市立特殊教育学校推行实农教育的实作，由学生甲老师做伙来饲鸡仔，希望透过照顾甲采收鸡卵，进行买卖等等的过程，让学生会当一边做一边学习。穿过长长的走廊，推开教室的后门，就能听到轻微的鸡叫声。而在植物的包围中，是一间简单但设置齐全的鸡舍。这里是高雄市特教学校进行食农教育的场所。我们学生的学习其实需要透过食物的不断练习，才会让他有很好的成长。透过人群经过这样训练之后，他很开放的去练习，然后慢慢的体验，他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子。要增加跟人群的互动，这部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我们原来很担心。那另外一个是说，他透过食物的一些练习里面，照顾鸡舍看起来很脏，可是他们不怕脏，他们也去重复的练习。那我们相关的一些类似相关的照顾工作，其实就是从做中学。食农教育除了让学生们照顾母鸡，并按时采收鸡蛋外，也会在假日到在地农夫市集摆摊贩售，实际应对顾客。有些人其实可能对我们特教不了解，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哇，这个孩子带他们出来，让他们独立生活，这是很好的一个训练过程。我觉得这部分让我们就非常的很感动，也很有感的，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透过我们训练，有机会，其实社会是可以支持他们的。那我觉得这部分是让我们觉得说，而且他们的概念很正确哦，就是让他们独立生活，给他们训练他们技能是更好的一件事情。除了在自身校园中持续推动计划外，辅导处主任也提到，
未来的目标将是扩大推展到邻近学校，甚至是社区，进行融合教育。最终的目标希望说社区共融跟我们有邻近的道明学校还有呢国小凯旋国小以及大人国中还有我们的社区甚至结合我们经常来为我们学校协助进食的志工来一起来就经营这样的有机食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师生可以非常的热闹友善饲养可爱温驯的母鸡，除了能疗愈心情、稳定情绪，也能在过程中融合生命教育、环境教育以及职业体验。除了让学生们理解农业生产与买卖，也让外界社会有机会更深入认识他们。记者邱玉婷，高雄报道。一种看起来好亲像是鸡卵糕，又搁亲像是苦仔粿长形甜点。是伫个冈山地区卖了超过50档的在地美食，到底这种点心食起来是什么滋味呢？透过记者的报道，带大家做回来看卖。以前少年袂较准啦，有时我食，有时阮孙食。什么东西竟然让阿姨从老板年轻时就吃到长大？这一家在冈山的街头甜点摊，可以说是在地人都知道的老味道。其实这个东西是我阿公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有被日本人征召到南洋去当兵，那其实是一个日本人教他的，然后他当完兵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其实他早期我阿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样子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鸡蛋的形状，然后上面有刻英文字，刻EGG的英文字这样子。那后来到我爸爸接手之后，他才把模具把它改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其实从我爸爸接手到现在，已经有大概58年左右的时间。那其实真正的时间有一点不可考了，因为是从我阿公那时候就做到现在了。对，买差不多20年了。从小就吃到大，他们的原味的蛮好吃的。因为有时候就是他们做起来热热的，那现吃会比较好吃。对，冷掉也是很好吃啊。烤盘里的蛋糕挤上酱料，老板的甜点可是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的呢。但是这跟红豆饼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它最主要的话，它是有2种蛋下去做黄金比例的搭配。一般的红豆饼它是只有鸡蛋、面粉，那其中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蛋的部分。对，我们的蛋是有选用2种的蛋下去做搭配。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比例上的搭配之后，才造就这样子的口味跟口感。来到冈山，不知道吃什么美食吗？跟着在地人吃就对了。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